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哩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搁去找阮知己的，你知啦吼？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因为伊的名甲我同一个国历，我一日入去伊的办公厅尔，看伊安尼面有面格。台湾话4字的成语，面有面格，有就咧惨嘛，忧愁，目头搁夹，加强口气。头一字甲第3字拢总是面，面有面格，为着啥因单？啊，讲兄，3万的冠军队毋着跑来请咧，啊，无意啊啦，到底是安那想？安尼遮尔忧愁，你甲想讲我做即个下晡2点3点的节目中广告产品，这拢真本真料的呢，顾目睭的，顾筋骨的，我是咧拍拼一个开销尔，结果同款即个时间，别胖的主持人，别大的主持人，甲我拼计上。我这个一压1000，趁一个1挂钱，伊加卖3压1000啦。我听着安尼尔，我赶紧甲囥解。我讲啊，讲兄啊，你着爱想，人若安尼生敢食敢当，着爱看伊吞下落去袂？朋友，一句敢食敢当，讲起来是真咸的话，原来是台湾话4字的成语。敢哩摆头一字，搁第3字加强口气，食落去搁张落去，看伊敢张会饱，甚至张了。巴肚会艰苦袂？安尼叫做敢食敢当。解说就是讲，敢真真正正这个工课做了才过分，伊做会落去。啊，讲兄讲，人敢食敢当，就趁去死安尼。哦，这个话真正介歹听。我甲解说，伊卖迄个3压1000的。若讲人客食了都无信用，找伊毋是找你。你着爱顾信用、顾名声，谈遮久久长长经营这项时间，当然可能第一站有的人客互伊拖过去。啊，毋过咱甲想啦，做人做生意拢共款的道理，爱防会探听敢无影。听我讲来到这，讲兄才甲学了讲国情啊，你讲这句话是至精至美的道理。至精至美，原来台湾话4字的成语，原来头一字甲第3字相像。至精精就是真精华，毋那安尼，搁真切入，或者至精搁兼至美。在社会上，咱世界有得听人讲，表示啥？讲这句话。无底通好苛刻，无底通好找出你的毛病就对啊。所以国正啊，你甲我讲这个至精至美的道理，我听了会入耳，甲你学了。来啦，3万的冠军队，我今晚来泡，大家来啉一泡啊，喝一杯啊啦。